早晨，大家好，今日由世紀21羽田地產 Judy 為大家介紹一個太和區私人屋苑翠怡花園。呢個售面積係321尺嘅2房改為1房嘅單位，帶大家入屋睇睇先。玄關呢一度有一個大嘅鞋櫃同上頂嘅儲物櫃，左手邊廚房有好多收納嘅櫃，下面可以擺放洗衣機，單位有提供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。業主將2間房改為1房，而家個廳非常之大，有一個分明嘅飯廳同客廳。廳望出去個景觀非常之開揚，望到內園景觀，遠望山景，非常之舒服。房間可以擺放4尺半乘6尺嘅大床，旁邊有一個置頂嘅衣櫃，下面亦都有好多收納嘅空間，兩邊窗光線充足。窗台亦都係擺放咗啲收納嘅櫃。呢度望過去就係太和邨，附近就係太和嘅火車站。由呢個屋苑行過去只需要數分鐘。浴室採用企缸，有窗。亦都有提供一個浴室寶。翠怡花園位置優越，附近食肆林立。由呢度行過去百貨公司只需要10分鐘。附近街市、酒樓，一般民生需要一應俱全。呢個單位業主意向係放租，有興趣嘅朋友請向世紀21羽田地產查詢，多謝。